立法院国民党团提案要修正选罢法，互人质疑是要没收人民的罢免权。今麦国民党团就有修改版本，取消要提悬罢免的标准到50%这件代志，维持目前的标准25%。不过要改做连续爱比较罢免正副总统，就爱较严格的爱护身份证的影本，要拼今仔日议会竞负二读。民进党团是批评国民党，干那是为了要抢救因家人市长郑国良。立法院第11届第一会期要进入尾声，国民党团并完成选罢法的修法，12要甲选罢法的修法直接抽出来交付二读，哪了是毋是搁再上演疑似的攻防，引起各界关心。暗过再去议场煞意外减少火药味，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搁甲手放伫国民党团总调布坤基的手顶，互动搁真烧热。国民党柯武征提案修选罢法，互立赢这议提高罢免条件，没收人民的罢免权。第四条也进前，伫内政委员会2届发生冲突，无法度讨论。对这代志，那赢修改策略，取消罢免条件提高到50%，维持原来罢免条件25%，改做连续变严。比较总统、副总统罢免法，必须都要减负身份证的影印本。选罢法是不是要继续讨论？是不是要进赴2读？这都是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来进行。我们也希望呢，民进党能够跟我们一起来进行理性、平和、务实的一个讨论。赞成进赴2读，但是民众党反对罢免门槛提高，程序得继续进行，联署要严谨讨论。民众党团赞同国民党团支持直接交付二读。国民党团表示，修改了后的版本支持民进党吴秉叡提案，爱减负身份证的发证日期。民进党团不满，批评讲那也是恶意拢杀互吴秉叡提案。国民党不要睁眼说瞎话。吴秉叡已经撤案，表达了他的立场。国民党的2个版本都是要在联署阶段要求联署人减负身份证正反影本。吴秉叡的提案没有。吴思瑶讲，那赢的目的都是要抢救家人市长谢国良，就算直接交付二读，嘛会交付协商，上紧都要等1个月冷冻期后，用临时会方式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